起，今仔日阁来推出着2款的小羹仔便当，但是限定伫咧北部才买会到。一粒小羹仔便当卖150块，采用家人上界新鲜的小羹仔来做的。今仔日开始卖头一天，卖少民众来排队要食一个青。也毋过有民众讲，也是上爱代替60块的排骨便当，但是可惜定定都买无。开卖咯！亮小小便当开始伫咧卖，真侪民众嘛排队等咧买。比较大只的，这大只哦，看起来是很可口啦，但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钱拢定伫手头，上阵代替新款的小羹仔便当，头一款是由7岛参务社推出特份150块，台北南港松山车站望工场顶3点，特工各提供20份。第二款由台北铁路餐厅推出烘小羹仔西式电饭便当，嘛是特份150块，北部5点开卖，一工提供250份。那我们一些配菜也是运用基隆当地的一些特产来推出。便当节的销售期间呢，小卷便当啊，海鲜便当口味是最先卖完的哈。以代替台北餐厅来看，排骨80块便当有排骨、豆包、卵、菜丝含4项配菜。啊，新推出的小羹仔电饭便当爱150块，同款嘛有4项配菜，嘛是上市卖了上开，要提供线顶注文。台北餐厅特工卖超11000粒便当，排骨就占超9成。真侪民众拢讲上介意这60块排骨便当，不过特工讲卖500份。有感觉比以前有差。对。所以才来尝试像这种新款。对。来到代替便当店对面一个看，一般的排骨便当5项配菜超125块，代替60块的排骨便当都4项配菜，真正是大碗跟满钱。会精进这个便当里面的内容但是60块钱的便当呢，甚至于可能是限量发售。台北餐厅即摆用3款排骨便当，无按算个增加。便当一直红看作是代替金鸡母，年销量超过1亿。这一摆佫推出新款，就是希望民众才会介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